马内里打开我心，呼召我的人如雨，这是新的命定。我愿紧紧抓住你，心在水面向你靠近，放下过去，不再恐惧，耶稣的爱已向我显明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是约翰福音第15天的共读。今天早上要请陈汉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谢谢你，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共读的时间，将时间分别为圣来到你的面前。是吧？求你预备我们的心，预备我们的身体，预备我们的生命，在这段时间能够静下心来，将你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，透过陈牧师的分享更读以及我们在读经里面的专注，对你的话语的认真，使我们今天的共读成为我们生命当中一天的灵粮。谢谢你。通过以下的时间，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阿们。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有7个神迹，神迹它的意思是记号。那这7个记号呢，都显出上帝是神的儿子。那我们今天要看的第6章呢，是第4个和第5个记号，就是喂饱5000人，还有行走在海面上。那这都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。那特别是喂饱5000人是这个神迹呢，是在4卷福音书唯一都同时有记载的神迹。那其他的神迹呢，要么就是只有1卷，或是2卷，或是3卷有记载，但是4卷都有记载的，太可路约都有记载的一个神迹，就是喂饱5000人。那我们今天要来看这2个神迹哦。那首先我们先请陈汉带我们来读第6章的第1节到第6节。过了些时候，耶稣渡过加利利湖，又称提比利亚湖，有一大群人跟随他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他治病的神迹。耶稣上山，与他的门徒坐在那里。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快到了，耶稣抬头看见一大群人到他跟前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到哪里去买食物，好让这些人都吃饱呢？”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他自己已经知道要怎么做。腓力回答：“就是花200块银子去买饼，也不够他们每人吃1小块。”在加利利湖这个地方是耶稣的时代叫做加利利湖。那但是这个在圣经约翰福音有特别记载说，它的湖的名字又叫做提比利亚湖。那提比利亚湖是一座提比利亚城，在加利利海边哦。那它是在主后20年兴建，所以离耶稣那个时代呢，才刚刚建的城。那到后来才又被把这个加利利海改作提比利亚海，但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呢，可能还叫做加利利湖。那到施洗约翰门徒约翰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呢，这个名称已经被改，所以约翰在这里用2个名称。那有一群人呢，他们跟随耶稣，因为他们看见耶稣治病的神迹。神迹我们有说它就是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呢，对这些跟随耶稣的人来讲呢，就是主要是看见耶稣的医病。那特别在前一章毕士大池旁38年的瘸子能够再复原行走，那这也是可能众人所期待。那其实在这个从地图上来看，
那耶稣这时候是在加百农，那有一大群人来跟着他，看见他的神迹。但是我们从其他同样记载的另外3卷福音书来看呢，就是这些门徒出去传道回来，那耶稣要他们和他一起到湖的对岸去休息，去歇一歇。但是用意就是要让这些来去传福音的门徒们能够和耶稣一起到荒野，到比较没有人的地方要去私下的休息，去退休会。那但是却有一群人比他们更早来跑到这个船要去的对边，所以这也是这个五饼二鱼神迹的发生的原因哦。那按照时间序来看呢，就是这是在耶稣传道的第3年。那因为这里有讲到说，因为逾越节近了，犹太人的逾越节近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就是五饼二鱼发生的时间呢，是在耶稣第3个逾越节前没有多久的时刻。那所以从毕士大池到第3个逾越节，因为毕士大池也是在逾越节期的时间所发生的。这当中还有立了12个门徒，然后有马太福音5、6、7章的登山宝训，然后还有马太福音13章天国的比喻，然后还有差遣12使徒。那在这当中还有施洗约翰被杀的事件，那都是在这当中发生。但是约翰选择性的记载，那直接就跳到了五饼二鱼。所以从毕士大跳到五饼二鱼，一晃又是1年的时间。那在约翰福音的安排呢，就是第2章是迦拿婚宴，第3章是尼哥德慕，那第4章是撒玛利亚妇人，第5章是毕士大池，第6章是五饼二鱼。到了第7章继续在回应这个五饼二鱼的信息，就是耶稣是生命的活水，所以可以看到约翰福音在耶稣的前面传道的这个记载的部分呢，是比较快的。那他把很大的篇幅都放在耶稣的最后半年了。那耶稣他看见一大群人跟随他，就是这些人呢，本来是在马太记载说这些人是用跑的，所以耶稣也很讶异，说他们坐船要到对面，应该就只要可以早一点进一进，能够去那边安静。但是呢，太多人要跟随了，这么多人跟随呢，居然还是用跑的，比他们还早到，所以在其他福音书的记载，耶稣就在那边继续的讲道，到太阳快要下山了，到傍晚的时候，耶稣除了那边讲道，耶稣在那边还有治病，在那边怜悯这一些的人，所以耶稣和门徒本来是要去休息，要安静，但是到那边又继续的服侍，又做工，为人医病，所以到太阳下山，耶稣就告诉门徒腓利说，我们要去哪里买食物，让这些人都吃饱。那所以耶稣这个问题呢，在约翰有说，耶稣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利，是要试验。所以门徒约翰呢，知道这个耶稣的心是要来试验，就是要考验他，不是真的不知道说哪里可以买食物。但是腓利的回答呢，也很这个腓利呢，就是在第1章44节已经有出现过，他的名字是马的爱好者，就是腓利带了这个带了拿但业来见耶稣，是拿但业的好朋友。但腓利说，就算花200块银子，那和本说20两银子，就是200德拿利，大概就是当时一个人要200天的工资才能够去喂饱5000人，买这些的食物。那这里后面没看到这5000人在4卷福音书当中说，光男人就有5000了，所以这当中还有女人，还有孩子。所以有人说，这也是有上万人。那但是要喂饱上万人，现在呢，第一个要去哪里买？第二个也没有钱，第三个就算有钱也买到了，
你要在短时间太阳都下山了，摸黑的时候，摸黑再来喂饱大家嘛。好，那要怎么样可以去解决这么多人的饥饿呢？那所以这个可以看到说众人的渴慕。那这时候呢，就有另外一个门徒登场，那我们请陈汉来带我们读8到15节。另外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弟弟安德烈上前说：“这里有一个孩子带来了5个大麦饼和2条鱼，可是哪里够分给这许多人呢？”耶稣吩咐他们，叫大家坐下。那地方草很多，大家都坐下，但是男人总数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，祝谢了，然后分给坐着的人，鱼也是这样分了，他们都尽量吃。他们吃饱后，耶稣吩咐门徒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，不可糟蹋。他们就把5个饼的碎块，就是大家所吃剩的，收拾起来，一共装满了12个篮子。大家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个人一定是那要到世上来的先知。”耶稣知道他们要拉住他，强迫他做王，就独自避到山上去了。谢谢。那这时候另外一个门徒就是安德烈。好，那所以腓力、安德烈都是在约翰福音一开始就有记载，来早期跟随耶稣的门徒啊。特别安德烈还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那他去找了他的哥哥，好来跟随耶稣，就是彼得。那所以在这里又再次介绍安德烈，但是都把彼得给Q 出来啊。好，因为当彼得的这个名声已经比较大，好，那所以讲到安德烈也会讲到彼得。安德烈这个名字的意思呢，就是有男子气概，好 Andrew， 好，所以我们今天说男子汉，好，那但是他安德烈呢，好，每次出场，好，在其他福音书都没有出场过，好，只有在约翰福音出场，而且在约翰福音出场还有3次。好，那第一次就是他带了彼得来见耶稣，第二次呢是他带了小朋友，这个5饼2鱼的孩子来见耶稣。孩子或是孩童这个字呢，好，也可以广泛指年轻人，就是他带年轻人来见耶稣，或是适婚年纪的青年。好，那通常在早期17、18岁，好20岁就可以适婚了。那在我们今天看也是年轻人，甚至有一些碑文有记载说，这个字呢也有当作奴仆，有当作奴仆。那他拿了5个大麦饼，大麦饼就是当时一般百姓在吃的便宜的食物，然后还有2条鱼。好，那这2条鱼呢，应该是指鱼干或是腌鱼啊，就是有咸味的。好，所以拿这个鱼呢，配上这个大麦饼呢，大概就可以充饥，就可以饱足。好，这是普通百姓在吃的便宜的食物。好，那但是5个饼、2条鱼1份，好，这个大概可以几个人吃呢？那有人认为这个饼呢，可能是小小的饼，那小小的鱼，所以这样1份呢，大概就是一个孩子或是一个人可以吃的量。所以这个孩子拿了5个饼、2个鱼，跟面对有上万人在这边的需求。那但是安德烈呢，还有这个孩子呢，还有这个腓力呢，还有耶稣呢，这些形成了一个对比和对照，就是这个孩子，这个安德烈，他们都有一个信心，就是耶稣说喂饱大家，腓力说这个要喂饱大家要钱的问题，那但是安德烈呢却是行动，他可能有认识的或是他就近的身边有个孩子，那他真的是行动派，就找一个孩子出来。那可能呢，其他门徒会嘲笑安德烈，说怎么那么傻，拿这5个饼2个鱼，想要喂饱这么多人。但是呢，耶稣却叫众人坐下。这里有这个图就是大麦饼和鱼啊。那这个大麦饼可能也没有图做的这么漂亮，那或是这么精致，但是这个加上腌的小鱼呢，就是让人家可以开胃，那就可以把这些饼可以来吃完，甚至说是穷人的食物
那但是耶稣要大家坐下。好，那这里约翰也记载说，那个地方草很多，草很多。那在马可福音跟路加福音还有记载这个坐的做法。那马可福音是最清楚的。马可福音就记载说，耶稣叫大家分成一组一组，那众人就一群一群，那每一组呢或一群呢就有100跟50，所以5饼2鱼5个饼2条鱼，50个人一组，100个人一组。好，那这些数字呢，其实在福音书当中都很少用这个50、100的数字，但是在喂饱5000人上呢，耶稣却是很井然有序的，然后来要大家分组。那这时候的门徒有多少不确定，那但是他们就是透过这些的门徒。但是这些的门徒呢，可能跟耶稣搭同一艘船，一起到对岸去，所以可能是仅限于这12个门徒，或是还有更多。但是这些人呢，都要来喂饱5000人，所以耶稣就就着这个孩子的5饼2鱼，他所做的就是望天祷告。望天祷告祝谢，然后就分给门徒，门徒分给众人，然后12个分给50个，50个分给100个，100个分给5000个，5000个分到10000个，就是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分出去。好，没有想到呢，这样子传，这应该是用 pass， 用传的这样方式呢，一直传下去呢，没有想到每个人都拿到了，那每个人都有吃到最后呢，不仅大家都吃饱了，甚至把吃的剩下呢再装起来呢，还装满了12个篮子。那这篮子哪里来？篮子是犹太人随身携带装食物或者杂物的器具。所以最后可能是这12个，可能是这12个门徒他们身上所带的这个篮子。那大家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这个从这个图当中呢，也可以看到大概这个在加利利湖旁，耶稣行5饼2鱼的神迹，是一个比较高的地方。那他们是用跑的跑过来，但是那个地方有草，所以耶稣在那边服侍，让大家坐在这边。然后耶稣在这个地方可以在那边拿到5个饼2个鱼，然后就来祝谢祷告，那就分给众人。那其实一开始的时候，太阳都已经快要下山，那到这个时候呢，到底花了多久的时间？还是已经天黑了？那也不确定。但是呢，这个神迹呢，真的是每次去回想，每次再去看，真的是充满不可思议的神迹啊。那这是大家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呢，大家的反应是什么呢？那在约翰福音的记载说，莫非这个人就是要来到世上的那先知啊？又在提到申命记18章25节的这个摩西的预告，上帝要派来一位先知。那在马太福音，大家吃完5个饼2条鱼，喂饱5000人，反应呢是没有，大家就没有看到任何的反应，耶稣大概就过海去了。那在马可福音呢，看见这是马太和马可，就是喂饱5000人之后呢，都没有反应。那在路加也是一样，喂饱12个人之后呢，耶稣接到耶稣独自的祷告，然后登山变貌。那但是都没有像约翰福音把后面呢变成是更大的重点了。所以这也是约翰要记载这个5饼2鱼神迹，就是要带出第6章。然后耶稣是生命的粮，然后到耶稣第7章在这个住棚节当中显明他是基督自己成为自己的见证。那这也是约翰福音所记载的。那这些众人反应呢，是要强逼拉住他，强迫他做王。所以这是约翰福音看到说，这些人吃饱喝足，然后喂饱之后，他们呢想要来绑架耶稣。绑架耶稣做什么呢？做他们的王。为什么要做他们的王呢？因为他们现在的王是希律王，第二个他们现在的王是凯撒皇帝，是罗马帝国。
所以他们期待的弥赛亚救世主，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国家，让他们能够有自己的王，好像要回到旧约的大卫王的时代，这是他们心心思思念念想要的这个追求的目标，但是却没有看见说上帝要给他们的王是万王之王，是要成为天上地下掌管一切的万王之王和万主之主。所以当他们强拉住耶稣之后呢，耶稣又再次脱离，那又从众人当中又登出，那独自避到山上去了。好，那我们再请陈汉大对，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这个众人呢要强迫耶稣做王的路呢，跟耶稣所选择要走的十架的路呢，是一个对照。那许多政治人物呢，会想要接受众人的拥戴簇拥，也不只是政治人物许许多多的人人的心呢都有这样的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还有今生的骄傲。那想说这要趁势而起，这个有人来扛轿，那他就大方的坐上轿子，但是呢，耶稣呢却断然的拒绝因为他来不是要来做王，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众人的赎价，这是他很清楚要知道。那扫罗呢，也是被人家扛轿，然后也是被上帝所命令要成为王，但是呢，他做了王呢，他没有要遵循神的旨意，讨好神，他是讨好人，所以他非常的怕人，非常的害怕得罪人，所以他以至于他不敢讲真话，一直想要满足自己，那所以他把这当灭之物私藏，然后呢又推脱又怪到撒母耳之类的，最后神就他厌弃神的话，神也厌弃他做王，这是扫罗的结局。好，那最后我们再请陈汉带我们来读16到21节。傍晚，耶稣的门徒来到湖边，上了船，向对岸的加百农出发。那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，忽然狂风大作，浪涛翻腾，门徒摇橹约行了5-6公里，看见耶稣在水上朝着船走过来，就很害怕。耶稣对他们说：“是我，不要怕。”他们这才欣然接他上船，船立刻到达目的地。谢谢。那所以还是同样的傍晚那耶稣呢，在众人的这个簇拥下逃出来，并且呢跟着门徒，他要去山上祷告。但是耶稣独自去祷告，门徒继续呢就划船往对岸的加百农出发。但是天已经黑了，这时候真的就已经是太阳下山了。那耶稣还没有跟他们到达，所以耶稣去祷告，他们先去对岸。但是在这个地图当中可以看到，这个乌比厄鱼的神迹的这个地点呢，到要去伯赛大，那耶稣要过来，又要再过去。那这个过去的这段路呢，大约是有5-6公里的路那光划船是直线5-6公里，那走路呢也是还要再绕道那时间也会比较慢。所以在这个行进的当中，船已经划了约5-6公里，所以也也算是一段时间。那是整个人在约翰记载的就是说，这是现在大家呢都在湖的中间了，不是可以登陆可以着地的地方了。所以在这段记载呢，是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马可的第6章，马太的14章都有记载这件事情。那但是马太跟马可的记载呢，显然又比较详细和详尽那所以当大家遇到这个狂风的时候呢，门徒呢就非常的害怕。但是呢，就在那当中呢，就看见耶稣在水面上朝着船走过来那在海面上走
那它的原文意思说在什么上面，或是在什么什么旁边。好，那也有人认为说这耶稣是走在他们的旁边。但是因为这里有个就是说他们划船划了5-6公里，那耶稣还在旁边。好，那耶稣如果在旁边，那他们也不会有这么样子的惧怕。好，那就是说他们看见耶稣非常的害怕，甚至在马太福音也有明确的记载。马太福音记载说耶稣就是走在水面上，所以不是在旁边走跟他们平行，而是耶稣就从水面上走来。所以耶稣祷告完之后呢，就追上了他们，然后甚至还走到他们船的旁边。那在马太福音就看见说这些门徒非常的惊慌，甚至喊说看到鬼以为是鬼怪，就喊叫起来。那耶稣也说一样的话，是我，不要怕。那这个是我呢，这个字呢，是我这个字呢，跟我们在这个第4章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说，莫非就是这个所称为基督的要来，会把一切事告诉我们呢？那耶稣就说我就是。那这个原文是我是，这有3个字合起来的我是啊，那就是在这个摩西的时候。上帝在荆棘当中对摩西所说的我是自由拥有，我就是我，I am who I am， 我是的这个字上帝的自称。所以耶稣又再次提到说我是。那他这一句话讲出来之后呢，就带有力量，他没有第2句话。那就不仅是止息，不仅是让门徒的心不再害怕。同时呢，门徒那在马太福音里面还记载呢，说彼得，主啊，若是你，让我可以跟你一起走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那耶稣就叫彼得走，所以彼得也真的就走在海面上，成为走在水面上的第2人了。但是又因为彼得没有专心看主，又看到旁边的风浪，所以呢就害怕，就沉下去。耶稣就伸手拉住他，小信的人为什么迷惑？那当他们一上船呢，在马太的记载，一登船之后呢，这个风浪就平息了，风浪就平息了。所以在马可福音有记载说，门徒十分的惊奇，但是马可是彼得的学生，说因为他们不明白那分饼的事情所以可见这个5饼2鱼分饼的事情，跟耶稣行走在水面上，还有耶稣登船之后风浪平息呢，这些事情呢都是连贯的，都是连贯的。但是呢，这是约翰福音的记载，他把这件事情呢再一次的完全的提出来。那风浪立刻平息。那不仅是立刻平息这个风浪平息，而且船也立刻到达目的地。那这里又有一个插曲，就有人认为说，耶稣一登船之后，这艘船好像加了一个马达，咻一下，只有5-6公里。如果我们从这个地图来看，5-6公里要到对岸去，大概只有航行到一半而已。可是呢，他们说立刻船就到达对岸了，船就到达对岸。那有人认为说，是不是这艘船就突然加了速度，然后让门徒觉得这是一个启示，但是因为在圣经当中没有要这样子的表现，那大概要表达的是风浪平息，本来他们是划了很久，那5-6公里费尽心力，可是耶稣一登船之后，风浪平息之后，这个风平浪静，他们就很快就到达对岸了，有可能是做这样子的一个对照。那在2卷福音书当中，马太跟马可都记载耶稣在行走水面，但路加就没有。而且呢，当耶稣登船之后呢，这个风浪就平静了。那约翰福音呢，也是把这一段故事呢，再做一个补记那在5饼2鱼的部分呢，是跟其他的福音书是一样的，但是目的呢，就是要让人来了解耶稣的身份，还有耶稣行神迹，还有耶稣喂饱人，这些的事件相连起来呢，的所要代表的意义
好，那这12个篮子啊，也有人认为就是12个支派。好，喂饱这喂饱这12支派呢，还有剩下就是不论是穷人或是富足人。其实有人认为说，这5饼2鱼的神迹当中，其实大家都像这小孩子一样，自己有留食物。可是有人真的是食物用完了，但有的人身上还有食物，但是愿意拿出来分享的，只有这个小朋友愿意拿出来。好，但无论如何呢，好，这个食物分5个饼2条鱼分出去的时候，到最后还有剩下来12篮。好，那这个是超出来的。表示说大家都真的吃饱了，而且大家呢都真的有余。但这12篮呢并没有到最后就丢掉，还要把它收起来。这12篮呢在我们店来看好像吃过了，是厨余要倒掉。但是在当时没有厨余这件事情。当时就是他们的食物呢因为没有冰箱没有保存好的这些器具，所以他们都要做的食物都是要比较耐放的。所以这食物呢就是下一餐继续再吃，或是饿的时候再拿出来再吃，或是给需要的人继续再吃。所以这也是这12篮收起来的目的。今天的金句呢12节，他们吃饱后，耶稣吩咐门徒把剩下的零碎都收拾起来，不可糟蹋。那耶稣也讲的这句话零碎呢也要收拾，不要把它拿去喂狗，不要把它拿去丢在荒野喂鸟喂乌鸦，而是要收起来。所以这12个篮子可能也交在12门徒的身边，那他们要继续来成为他们的食物。那从今天这段经文给我的感受是，喂饱5000人的确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神迹。这也是耶稣服事的一个高峰，就是同时服事上万人。但是我们也要看见那12个篮的零碎也是很珍贵，因为它也代表耶稣擘饼，那他打破自己的身体。因为我们从约翰福音后面就会继续看到，耶稣要教导就是他是天上的粮，他就是生命的粮。所以这5饼2鱼呢是会坏的食物，但是耶稣是那不会坏的食物，是存到永生到永远的食物。所以当我们在不管是领圣餐，或是说我们在基督的身体当中，我们应该不可以分割，有的人吃饱，有的人挨饿，而是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体。所以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就是要彼此来帮助，彼此来帮补。那还有我们得到上帝的恩惠呢也不可以糟蹋。我们明明可以分享给人，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给人，或是宁愿给狗也不愿意给我们的弟兄和姐妹。这是我们所缺乏，我们需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典要能够来分享。那今天的是要主日，也要来领圣餐，也有圣礼点。那在今天当中，在领圣餐的当中，我们所期待的神迹或是我们所期待的5饼2鱼，它所代表的意义，它所要显出的记号是什么？盼我们今天可以好好来思想。还有在夜晚的狂风巨浪当中，我们是否也看见耶稣走在我们的身边？我们是否愿意邀请耶稣来登船，还是我们要跳下船跟耶稣一起走在风浪当中？那今天的祷告，感谢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来喂饱我们，也帮助我们能够珍惜彼此，珍惜每一个肢体，即便在风浪当中，我们都能够一起很高兴的看见耶稣，欣然接耶稣来上船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再一次来思考5饼2鱼，还有耶稣行走在水面上，以及我们今天要来领受圣餐，让我们真实的来领受耶稣天上的粮，生命的粮，是存放到永远的食物，是为我们的永生所来预备，也让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子的风浪，让我们不害怕，而能够看见主耶稣就在我们的旁边，让我们能够邀请耶稣来到船上的时候，这一切的风浪都要止息。求主每一天都在我们的家中与我们同在。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谢谢陈汉，谢谢大家，大家平安。谢谢牧师。平安，谢谢牧师。谢谢平安。
稣为我而来。